各位觀眾、各位親戚朋友啊，歡迎你又嚟到我呢個谷爆歌嘅生 Gmail 網站 Send Gmail Website。好啦，我哋咧依家咧就去到咧第 V 集嘅第2課。呢一課咧就話咧，我哋點用 Gmail 咧將一啲聲音咧係傳過去對方啊。咁啊，其實咧我覺得有時咧，就如果你打一大段文字咧，可能會好嘥時間。如果你譬如係好急嘅話咧，反而咧我好中意咧就錄定晒音，因為好簡單嘅錄音啊。你有噏幾多有幾多啊，唔使特登打段文字。如果喺公司裏邊咧，我比較上會中意咧係用錄音呢一樣嘅方法嘅。咁咧我係可以利用咧 Gmail 留低個錄音啊，因為 Gmail 咧就一定可以去到對方嘅收件盒度。如果你留低個錄音咧，係咪留低個錄音帶啊？定話叫佢咧開我自己台電腦去聽啊？定話咧，如果係有一個內聯網咧，我就掉上去佢個呢一個資料夾嗰度啦咁樣。咁佢未必係可以留意到喎。但係咧，如果用 Gmail 咧，佢一定會留意到，因為咧，除非你嘅同事咧就唔開郵件嘅啫。如果佢經常開郵件咧，就會留意到咧，你有一個 Gmail 咧係交俾佢嘅。好啦，嗱，依家咧呢一集咧，我哋又最主要咧就講到咧係咧，我哋點樣用呢一個咧 Gmail 咧係發出一段聲音咧俾我一個同事。點做咧？咁樣當我已經錄低咗我嘅消息啦，錄低咗我錄咗音噶啦。當我已經之前做咗錄音啊，咁咧我呢度選寫嘅文件。咁咧，然後咧我就俾Jenny，OK，選取，好啦，跟住咧就話可能好簡單嘅啫，請打開留言。好啦，因為自己同事咧，其實冇所謂，最緊要係溝通到嘅啫。請打開以下留言鏈接。好啦，咁我加呢個招落去喎，咁咧我就用咧附加檔案啦。附加檔案咧我就會係製在 Voice 嗰度，咁跟住刪嗰度，咁跟住咧我係message to Jenny。好啦，咁咧睇到佢係上傳緊嘅喎。OK，我哋等等下。上傳緊嘅。咁如果用 Gmail 咧，有啲咩好處咧？用佢嘅 message 咧，佢個好處咧就係話，你嘅同事只要日日都打開 Gmail 嘅話咧，佢一定係會睇到你呢個 message。但係咧，我就要求大家咧，最緊要咧係加多段文字咧，叫佢打開呢一個信息。如果唔係咧，佢未必會留意到。好多時咧，有人睇一段嘢咁有啲人就大頭蝦噶嘛。咁未必會睇到你呢一段文字喎。好啦，咁我送出之後咧，我跟住咧翻去阿 Jenny 嘅郵箱度睇睇啦。好啦，嗱，已經即刻收到啦。請打開留言。好啦，我打開之後咧，佢要 download 嘅。download 咧，好啦，跟住咧打開。我知你咧就喺倫敦飛緊翻嚟香港，可能要今晚就12點鐘先到香港機場啊嘛。但係你未飛嚟翻嚟之前咧，我就已經2點鐘係要飛咗紐約啦，所以咧我留低呢個口信俾你。我咧就有一沓文件咧，就喺我
間房啊嘅右手邊，上面有個櫃桶，你拉開佢，嗰個櫃桶咧應該係我有一層嗰啲文件嘅櫃桶㗎，應該第3棟第2格，第2格裏邊咧就有個紅色嘅膠套咧，就裝晒啲文件嘅。咁嗰啲咧就係我啲發票啊、收據啊，同埋啲採購訂單啊，麻煩你盡快同我入晒落去個會計系統度啦嚇，唔該你啊。好啦嗱，如果你係啲時間好緊迫，其實打段文字啊真係好費時失事嘅，特別係打中文啊中文就更加難打啲添啦。咁你就嘥好多時間啦。咁啊最好咧就留言喺邊度咧？我好強烈提議大家咧可以留言喺呢一個咧 Gmail 度嘅。咁啊當然亦都有另外有方法，呢一個方法咧有一個缺點，就係話咧你要下載，你要 download。咁我下一課咧會講俾大家聽咧，就唔使 download 嘅，直接咧可以咧即刻打開個聲音嘅。多謝大家收聽收睇，拜拜。